家的野草可不完了。王家伯伯年纪大了，帮他种地是应该的。我自己回去个草，我都帮你割完了。真的，不就这个草吗？我连到一回两回，草都割完了。哇，你在哪里？苍老了，滚滚走。冬娃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你看，叫他个草，他却把棉花也割掉了。到了秋天，我为雨水人嘛。我将健康做推棉花的，秋天晒网棉花我大米，冬天用它做棉被，我要拿它做棉衣。没了棉花最无冬啊！难道是你想冻死？冻死的鸟啊的，会冻死鸟？我不是故意的。儿子，不关你的事。是你割掉了棉花，看我不教训你！老对子，不能打呀！弟弟，不要生气，母亲也不用担心。棉割掉一半，不是晚于一半吗？至于一半，怎么割？对啦，弟弟，枝棉花什么当棉花什么插什么压什么扣什么板总思量。到了秋天啊，好似在雪。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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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冬天啊，啊铃啊一铃啊，田野一片茫茫啊啊铃茫，啊一铃啊，一朵棉花总是亮，铃铃啊，冬棉花总满荒。啊铃啊一铃啊，今年林子风水雨啊铃啊一铃啊，弟弟母亲铃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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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，心啊放啊，弟弟母亲把心放你怎么晓得一定会风水呀？哼，真会吹女。嘿，算了，既然棉花割掉了一半，就搬块地去用来种地吧。拿去。要是你种的儿子不会发芽，你的可要找你算账。娘，我要种地，儿子，你要种地，就种这一代，2代的儿子绝对不要搞混了。记了。哎呀，晓得啦。哇，下来。你们兄弟俩虽不是一个母亲所生，但你们都是我的儿子，亲兄弟是随着，应当相亲相爱，互相帮助。弟弟，我晓得。弟弟，走，我们去种地。好，你们2个好好种地，不许他玩。谁种的儿子要是不发芽，小心不见你们吃完。哎呀，这儿子有问题。有啥问题？什么味道这么香？是你的儿子。真好吃，真香啊！哎，这是炒过的儿子，当然香了。我的儿子为啥不香呢？呸！难吃！弟弟，炒出来的儿子虽然好吃，可不能当种子。你的儿子是生的，才能当种子。我不管，我就要好吃的儿子。哦，香！种啊，我们让你种地啊，种啊，我们让你播种子，种啊，我这叫个本鱼来帮你拿下，来帮我们种地了。我听说。铃啊。
弟。你帮别人，我帮你；你帮别人，我帮你。赵外官张立孝，赵外官张立孝，最近呢，那风公公来帮忙，撒些种子，栽了发心啊，苗啊，撒些种子发新苗啊，发新苗。哎呀，儿子啊，你怎么把生的儿子吃光了？小心吃挖肚子！不会的，儿子是炒熟的，香喷喷的嘞。这你为啥把超市的儿子吃香？这种挖的是我，一定要和他救我。老对子，你请我吃，哼请我吃。你分明是想为难种娃，因为他不是你的亲儿子。娘，哥哥虽然不是你生的，但我们都是弟弟的儿子，我俩是亲兄弟。两儿子都比你懂事。弟弟，母亲在想，没错，豆子我已经做好了，你就不要管母亲了。娘，你可跟哥哥说对不起。是我不好。外甥们。